来讲，美国农业部处长带团访问咱台湾3天，外界咧又讲哦，可能是要讨论美国牛肉这部分。另外，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传出讲，搁再去美国要来进行第5届的关税协商，不过伫咧同时间，美国商务部长表示讲，台美的晶片要对半分，这互社会真关注。伫社群平台 po 相片，顶管写讲伫台湾推广美国鸡肉。伊是美国农业部贸易甲对外事务处长林德必吉，29带领要50间美国农企业贸易团来台湾访问3天，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官员。AIT 指出，林德必吉嘛会甲台湾鸦片产业的头人见面，外界咧又讲可能会针对美国牛肉来讨论。他这一次大阵仗来啊，我很担心的，他们的农产品进来台湾可能零关税，这个对农民的伤害非常大。两国在农业上有很多项目是互补的，其实台湾很多农业项目呢，也有机会到美国去出口。乐见台美双方的农业交流，能够在更宽阔的一个基础上呢，去互相进行互利的贸易。虽然民进党团讲真欢喜看到台美农业交流，不过为农业关系来绿营立委陈冠廷，伊是表达忧虑，呼吁政府应该爱甲农民的利益守护条。另外，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、甲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年有风声讲，伊要搁一届去美国做第5轮对点关税讨论，嘛协商有关晶片关税232条款。像是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提出台美晶片一边生产一半的讲法，引起关注。Well, if you have 95%, how am I going to get it to protect you? We need enough production. So the idea that I pitched them was, let's get to 50-50. We're producing half. And you're producing half. That has been the conversation we've had with Taiwan. 经贸办表示，未评论美国的讲法，不过会谨慎来面对。谈判进度嘛，伫咧适当的时阵，甲民众来报告。也若国民党立委批评讲，台积电上先进这条，若去予美国强迫，就爱分割。台湾谈判的机制行会乌有去，政府应该爱坚守底线。无排除要求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